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0篇第6节到17节，以赛亚书53章第1节到12节，希伯来书第4章第1节到第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献祭。献祭的宗教行为，咱叫做奉献 （offering）， 但是对伫祭物，咱的英语叫做 sacrifice。真做祭品伫传统的宗教顶悬叫做牺牲。意思就是讲，通常咱拢用这个精神来做牺牲品，为着人的需要来献予神明。献予上帝，代替人啦吼。过去伫传统的犹太教礼仪中间，其实也是安尼伫执行。就是用这精神来做献祭、奉献予上帝。照圣经的记载，内底有钱啊，有绵羊啊，有山羊啊。有公牛，当然另外嘛，还有其他的祭品，亲像幼面，这个拄色的这个供物啦吼，也是讲伫用调油的这个无甲饼等等的物件。伫圣经内底无共款的祭物，伊有无共款的目的，无共款的地点。以及奉献的方式、处理方式，但是所有的祭物甲祭祀，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互人甲上帝重新建立迄个好的关系。伫主日的信息中间，咱也睇到耶稣基督，伊是上帝的羊羔。伊降世的目的，就是要为着人的罪来成做迄个献祭，是要为着人来献祭。伊的献祭一摆就达到迄个功效，人接受伊的救恩，就无搁再需要献祭。礼拜日咱也读到这个以赛亚先知的预言。伊受藐视，互人弃绝；伊忍受痛苦，经历着这个忧愁患难，人拢黄面无看伊一目。伊受到藐视，咱无尊重伊，但是伊承担了咱的忧愁患难，伊担当了咱应该受的苦痛。咱反倒当认为伊应该受责罚，应该受上帝的鞭挞甲苦待。为着咱的罪恶，伊受着刺伤；为着咱的罪过，伊受着鞭挞，伊受着责罚。咱得到医治，因为伊受着鞭挞，咱也得到医好。咱拢亲像一群迷失的羊共款，行咱家己的路。但是咱一切的过犯，上帝拢互伊替咱来担当。伊受着迫害，受着虐待，但是伊无发一言。因亲像咧等待来抬的羊，受折磨的羊。伊无哀一声，伊受到拘禁，受到审判，受到处死，无有人关心伊。为着我的子民的罪恶离开世间，为着我的子民的过错，互人放伫死地。虽然伊将来无有凶暴的行为，也无讲过白贼。伊却甲这个邪恶的人大做伙，伊甲财主共同用这个蒙血。既然伊是无罪，是安怎着爱受罪？
其实这就是大罪的羊羔的意思。上帝的羊羔的呼召甲使命。因为以赛亚先知也安尼甲咱讲，上主讲，伊受鞭打受苦是我的旨意，伊的死是赎罪的罪，伊会看见家己的后代，伊有久久长长的岁月，透过伊，我要实现我的计划，经历着一生的痛苦，我的仆人要重新得到喜乐。伊要知受苦毋是枉然的，我公义会落幕，要将因为捌我来互正人成做义人。为着伊，我要赦免因的罪，所以我要互伊伫伟人的中间有地位，伫强盛的人的中间得到荣耀。伊自愿牺牲性命，担当罪人的命运，伊担当着正人的罪，为着因的过错来解救。耶稣基督伊正做上帝的羊羔，是因为上帝已经定义要赏赐救恩给世间人。因为安尼，伊差遣耶稣基督，伊正做大罪的羊羔，来完成上帝拯救的旨意。亲像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到第8节所讲的，耶稣基督无用家己甲上帝同等，却愿意放弃一切，成做人的样式，谦卑到死，而且为了人的罪被钉死伫十字架顶。以弗所书第10章提到着法律甲宪制。亲像保罗所讲的，法律所带出来的宗教行为，并无法度互人得到救，生命无法度得到改变。以表来说的概念是安尼：法律并毋是真实、完整、确实的模样，只是将来美好事实的影。同款的诫命，年年不停地现，法律阁会当怎样，互这诫命，互人来到伫上帝面头前达到完全呢？因为如果人的心无够诚心实意的时阵，宗教行为方式的限制就无法度达到这种悔罪的功劳。限制的目的应该是为着人来除罪，但是无有功效的这个限制，却只有会当互人每一年拢来一摆，结果毋是除罪，却是一届搁一届记得家己的罪。希伯来书安尼讲着，如果敬拜上帝的人，罪真正拢得到洁净，因就袂话阁有罪的意识。一切限制的事也就通停止。其实，年年限制只不过是互人记得家己的罪，因为公牛甲山羊的血，拢无法度除掉人的罪。所以，基督徒应当爱诚心实意，对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诚心面对家己的生命。实意来悔改，来向上帝，互咱的生命被耶稣基督的保护来做记号，来甲伊洗清去。那安尼，咱就会通拥有主耶稣基督洁净的生命。诗篇40篇第6节到17节，祭司甲礼物你无下意，烧化祭甲赎罪祭你嘛无爱。你有开我耳孔通听，所以我应讲。我伫遮，你对我只是拢记律法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旨意我欢喜听叹，你的律法伫我的心内。我伫大会中宣扬你公义的好消息。上主啊，你知我要一直宣扬。
我毋捌将你的公义嵌捌伫心内，我已经有讲起你的信实甲救恩。我毋捌伫大聚会中暗藏你的慈爱甲信实。上主啊，求你毋通对我收回你的慈悲，愿你的慈爱甲信实不时保守我，因为有算袂了的灾厄围困我。我的罪恶入着我的目睭袂看见。这个罪恶比我的头毛较济，我完全失去勇气。上主啊，求你欢喜拯救我。上主啊，求你紧来帮助我。愿少想要害我性命的人拢绕开见笑。愿爱我受陷害的人拢摆脱受凌辱。愿对我讲，吼你惨啊！遐个人因为见笑来灭亡。愿追求你的人拢因为你欢喜快乐。愿羡慕你拯救的人时常讲，愿尊上主最大。总是我困苦散赤，主犹顾笑脸我。你是我的帮助，我的拯救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毋通延前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伫阮蒙恩受呼召了后，愿意用阮的性命见证做活祭，来献互你做永神益人的见证。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